今仔日早起，咱先来继续看2024年世界12强的棒球赛。咱台湾队这届摕到世界冠军，恭迎倒转来。昨昏因坐飞轮机倒来台湾，大家是欢喜甲。有千外个球迷去桃园机场甲因迎接。队长陈吉宪讲，伊讲出3分炮的时阵，伊比的迄个手势是要甲大家讲，因是为台湾来选手。也那总教练詹和句，伊是感谢球迷做伙见证历史，嘛讲这公营是属于咱台湾人的。这道飞轮机就是有热情欢呼台湾队长陈吉宪这摆第12强赛表现真赞，带台湾摕冠军，家己也摕上届的球员。台湾英雄凯旋转来，上千个球迷将桃园机场一航下去甲满，要互球员知影因是台湾的骄傲。努力的去跟对手去对抗的时候，球迷不会离我这么近，所以我没有压力。但今天就是一走出来，球迷很近，一直靠近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稍微人群恐惧症啊，对，看不出来吧？我在人群面前会觉得很尴尬，但很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热情。笑讲家己有真群行向前，大家好奇对日本放出关键3分炮，射垒的时阵，在胸口画出一个牵爱手势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么关键的时候，能够击出这么关键的全垒打，对我来说是很振奋。然后，当然那个手势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是从台湾来的选手。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见证了我们的历史，那也创造了台湾的一个荣耀。那这个荣耀是属于我们台湾人的。也谢谢你们花时间来为我们接机，然后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的睡觉。经过1礼拜征战，顺利摕到冠军。登去的棒机顶悬，机长也特别公布恭贺。中华航空为中华队加油喝彩！我们特别恭贺台湾棒球英雄们世界12场棒球赛勇夺冠军。比较奥运模式，空军派4架 F-12V 战机盘飞，伫接近登下台湾的棒机了后，开始放一烟弹，互起来选手拢拍破叫好。为棒机起飞到登来，台湾英雄连续高规格迎接为 Team 台湾喝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